我係用咗30年嘅時間嚟到去證明我係做唔到一個女性咯。覺得嗰個器官係多餘，成日作賤佢啊，虐待佢咁樣。咪咪、小強原本一個係男，一個係女。佢哋話過去一直感覺自己被困喺另一個性別嘅軀殼裏面，身不由己。變性人喺醫學上被診斷患有性別認同障礙，透過手術雖然可以改變生理性別，但係又令佢哋陷入另一種精神枷鎖。我哋唔係啲怪獸啊，或者唔係一啲罪犯啊嗰啲咁嘅人，我哋即係普通人咯。最近 W 小姐因為爭取結婚權，打咗4年幾官司，打到終審庭先至得直。目前本港估計有200幾人做咗變性手術，不過冇法律確認佢哋嘅性別定義。呢個矛盾幾時至得到解決呢？小強34歲，雖然係女仔，不過佢自細就覺得自己係男仔，又討厭身上嘅女性身體器官。7個月前，佢接受切除乳房手術，聲稱要還原自己嘅性別，做返男仔。其實我 friend 都勸過我嘅。